思齊，今朝有啲風，都比較涼喎。夏日可欣，不過中午有陽光就會暖翻啲啦。先睇下分區氣温，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嘅最低氣温係介乎13至到16.5度，最高氣温介乎14.8至18.6度。轉睇下風勢圖，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，同時一道雲帶覆蓋嗰區。預測大致多雲，朝早清涼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最高氣温大約19度，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，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。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，隨後一兩日較為潮濕，日間温暖。週末期間風勢較大，氣温逐步下降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5，強度屬於中。睇下大灣區城市天氣。澳門多雲，珠海天晴；中山江門天晴；肇慶佛山天晴；廣州東莞天晴；惠州深圳天晴。聽日先講到呢度啦。